大家好，我係是非人。全運會門票已經喺8月28日開售，聽眾朋友，你哋買咗飛未啊？本屆全運會香港承辦8個競賽項目，全國運動會香港賽區統籌辦公室原定招募1萬名義工，計劃推出後市民反應熱烈，收到嘅申請超出目標3倍。籌辦會於是決定增加成人義工至到15000人，同埋約2000名青年義工。呢個係一個非常令人感動同埋鼓舞嘅消息。香港原來有咁多熱心公益嘅人士，有咁多愛呢個城市、想服務呢個城市嘅市民。提到古代嘅中國，我哋往往會聯想到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但如果你只有呢個印象，咁你就錯啦。中國古代嘅運動項目同樣豐富多彩。今集我哋就盤點一下一啲重要嘅運動項目，同埋了解一下中國古代嘅體育精神。射藝，古人視為一門武藝，亦係一門戰術。儒家嘅教育教材係6藝，即係禮、樂、射、御、書、數。射就係射箭，除咗係武藝，亦係君子風範嘅一種修養。蹴鞠即係足球，係中國古代最受人喜愛嘅球類運動，盛行於漢代同埋唐宋。馬球，中國古代稱擊鞠，係古代高規格嘅貴族同埋軍隊競技運動。投壺係古代宴會時進行嘅一種兼具禮儀性同娛樂性嘅投擲遊戲。參與者依次將箭矢投向特製嘅壺口，以投中多少決勝負。風箏歷史悠久，最初用於軍事通訊同埋測量，後演變為娛樂健身活動。兵器主要係清代喺北方盛行嘅冬季冰上運動，包括速度滑冰、花樣滑冰、冰上蹴鞠同埋冰上射箭。競渡即係龍舟競賽，起源於紀念屈原嘅端午節習俗。角牴即係相撲，起源更早，先秦時代稱角力，宋代以後更加接近現代嘅相撲。武術又稱武藝，佢並非單一項目，而係一個龐大嘅體系，包括徒手搏擊同埋兵器使用。運動喺中國醫學視為治未病嘅核心手段之一。中醫認為人體健康依賴陰陽平衡，動屬陽，靜屬陰，適度嘅運動可以生發陽氣，靜可以滋陰，養靜可以滋陰。導引術係古代嘅醫療體操。導引術係中國獨有、極具中國哲學智慧嘅運動項目，佢遠超於普通嘅體操或者健身術。佢係一套糅合身體運動、呼吸調節、意念專注同精神修養嘅完整體系。導引術注重氣血流暢、經絡疏通、身心合一。佢係後世氣功、太極拳等重要體系嘅源頭之一。著名嘅導引術有東漢名醫華佗編製嘅五禽戲、八段錦、易筋經、太極拳等。佢有別於任何一種追求外在極限嘅運動，佢係一門向內探索、調和身心嘅技術
同運動科學。奧林匹克運動會嘅體育精神口號係 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 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佢表達咗追求卓越、突破極限，同埋透過運動促進團結與和平嘅核心價值。但中國古代嘅體育精神與現代奧林匹克體育精神不完全相同，因為佢蘊含咗獨特而深厚嘅中國文化內涵。古代中國嘅體育活動從未將身體嘅運動與精神修養分離，佢並非單純追求體能極限，而係強調身心合一、修養、禮儀規範同社會和諧嘅綜合價值。我哋就試從以下幾個運動項目嘅核心層面去體會中國古代嘅體育精神。術道合一係其中一個精神價值。就以射箭為例，《禮記射二》中強調內至靜，外體直。射藝要求內心端正，身體正直，心無雜念，內心平靜。射藝嘅精神並非單純擊敗對手，而係自我修為嘅提升。禮記有云：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儒家透過射禮教化民眾，將武、仁、力、德融合一體。中國武術追求止戈為武嘅武藝精神，佢最高目標唔係好勇鬥狠，而係通過身體嘅鍛煉達到德藝雙修。習武之人要修武德，強調尊師重道、克制謙遜。道家天人合一嘅思想深刻影響咗中國古代嘅體育觀，特別係導引術、養生術運動，追求內向性嘅身體與心性調和。總而言之，中國古代嘅體育運動唔單止係體能嘅鍛煉，更內化為修養同精神嘅提升。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壓力大，中國嘅體育哲學其實係非常適合運用喺當今高壓力嘅社會。當我哋提倡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嘅同時，其實我哋亦應該推廣中國傳統嘅體育哲學理念同埋精神。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按讚轉傳、訂閱及按小鈴鐺，多謝你哋嘅收聽，下一輯再見。